位于中华北路一段的大河社区活动中心有3层楼高，伫中央甲地方合作开超过7000万，经过2档多时间，20号将伊正式剪彩启用，同时由市场各牌场面盛大热烈。3、2、1，请剪彩！让我们用掌声鼓励大彩！大河设计活动中心，你的落成吉安，一切都能够平安。大河里社区其他有一个属于家己的活动中心，已经超过30档，所以嘛，互地方以欢喜热心厝的心情来斗热烈。30几档来哈，他们最需要的一个地点哈。因为阮的活动大部分拢去甲别人借了哈，所以说我在当里长到现在，我都尽量在争取。活动中心落成后，我相信阮的活动会足济因为阮这个地点，我相信是台南市祥贺，因为我们耗资7000多万。会中伫民德国中热情舞台带动，甲开完国小人赛队的座阵演出，由市长亲自开门启用。面对全新有437平活动中心，将雕像的目标使用。把我们年轻朋友所需要的一次到位。大家要出国的时阵，要去上班的时阵，烦恼爸爸妈妈会孤单无伴，可以来日照。咱的囡仔可以来我们的悠游馆。而且呢，平常时会带咱的特色公园来佚佗1楼是作为社区活动中心，2楼作为长照使用，3楼作为亲子幼儿馆，所以说可以是面面俱到，那满足了许多北区的民众的亲子、还有休闲、还有社区活动的需求。虽然活动中心用地歹找，工天费搁一直起，以大河为例，2档前原本一坪才16万，现在一坪对19万起跳，对政府是真大负担。不过，黄市长就任规划50个活动中心，大河是第16个启用，相当难得。所以局长表示，既然完成，就鼓励地方加办一款活动，充分利用。事实上，用地部分都足歹找啦吼，上这就是用的公园内底，用15%的面积来做活动中心，原则上就是讲用地也无问题的话啦吼，经费部分市长拢会支持。大河活动中心落成，当然是北区第一座多功能活动中心，而且公司表示，大河公园已经争取到500万，要来兴建特色游戏场，让互地方相当期待。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